自從中國免簽政策落地，越嚟越多外國人化身旅遊特種兵，喺中國大地開啟 walk 模式。當佢哋征服完城市後，又將目光投向中國嘅三山五岳。只不過山爬咗幾座，卻喺跋涉中 get 咗人生第一個成語：有眼不識泰山。畢竟喺中國爬山，分分鐘能夠令你體會乜嘢叫做硬核挑戰。不過最近老外們嘅登山福音嚟啦，一款登山外骨骼嘅出現，令佢哋好好體驗咗一鋪獨屬於中國嘅賽博爬山。前唔耐嘅端午假期，全國各地嘅景區迎嚟咗一批外國登山愛好者。只係今次嘅登山體驗同以往嘅經歷有啲唔同，因為今次登山佢哋一啲都唔止。比如湖北恩施大峽谷率先開啟咗租腿登山模式，吸引唔少外國遊客打卡體驗。呢個設備喺陡坡時可提供 70% 助力，平路時就降到 30%， 到落坡咧就會切換緩衝模式。有遊客形容着上設備後就好似有雙無形嘅手托住向前行。連一位上咗年紀嘅外國遊客試穿後都感嘆自己能健步如飛。試運行期間租賃價格為98蚊每3個鐘，目前已經累計服務超500人次，助力遊客平均登山時間縮短 40%。大林景區都靠住高速助力外骨骼小火咗一把。景區好貼心，喺觀景廣場、纜車乘坐點、步行新接入口等熱點位置都安排咗租賃歸還點，簡直係懶人福音。100蚊租3小時嘅收費，性價比直接拉滿。呢個設備仲係6變形戰士，普通檔位續航5小時唔講，居然仲可以俾手機反向充電。以後爬山再都唔使驚手機冇電，影靚相發朋友圈，主打一個電量自由啫。險峻聞名嘅華山似乎更需要呢款賽博外掛。端午期間，華山都推出咗外骨骼設備租賃服務，價格為200蚊每日，每個產品配備咗2嚿電，可續航7小時。呢個設備特別強化咗安全功能，能夠喺危險路段自動增加關節鎖定力度，實時檢測失衡風險，俾足遊客滿滿嘅安全感。其實最早引進外骨骼機器人嘅係泰山。早喺2021年，泰山就搶先食螃蟹，引進咗外骨骼機器人。經過3年幾嘅進化升級，今年春節全新版本閃亮登場。據泰山景區負責人介紹，泰山景區呢款人機協同穿戴式外骨骼智能裝備，採用嘅係輕量化材料製造，重 1.2 公斤，碳纖維機身同仿生學關節嘅設計，可承受200公斤瞬時拉力。內置嘅 AI 系統、壓力傳感器同慣性導航模塊，能喺攀登陡峭嘅18盤時自動調節助力強度，續航時間達8小時，可節省 30% 至 50% 嘅體力，為使用者嘅雙腿增添高效外掛。自從投放咗外骨骼機器人租賃後，負責人表示，老年遊客同年輕人都比較熱衷使用呢類設備。着戴之後，人工智能芯片可以感知穿戴者嘅步伐節奏以及力度，並進行調整，為抬腿邁步助力。而且社交平台相關視頻播放量已經突破5億次，直接帶動今年1季度泰山遊客同比增長 13.3%， 其中老年遊客增長 18%。一啲年輕人都因為對黑科技嘅好奇而嚟體驗。目前泰山景區已經投放500台登山穿戴式外骨骼智能輔助設備，並喺泰山嘅紅門、中天門、南天門設置咗服務點位。遊客們只需要付80蚊每小時，即可租賃外骨骼機器人輔助登山。景區工作人員表示，使用呢款黑科技後，唔單止遊客嘅平均登山時間縮短咗 40%， 滿意度更係提升 90%。 講到呢度，大家肯定好奇，咁厲害嘅外骨骼機械究竟係邊間公司研發嘅？佢背後又藏住點樣嘅故仔？
呢款備受關注嘅外骨骼設備出自深圳肯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肯慶一詞本指筋骨結合之處，後引申為問題嘅關鍵或要害。2015年，余雲波帶住攻克關鍵技術、突破人類體能邊界嘅理念，創立咗肯慶科技，自此開啟咗外骨骼領域嘅探索之路。不過呢間公司嘅創業路行得可唔輕鬆。啱開始做外骨骼，團隊諗得好簡單，照住國外嘅樣做，總能分到杯羹流。結果一做先發現坑太多啦。早期做出嚟嘅外骨骼似個鐵殼子咁，重達20公斤，着喺身上似背咗個啞鈴，行路都費勁，更唔好講爬山啦。而且成本高到嚇人，淨係材料錢就夠買架細私家車，普通老百姓根本用唔起。嗰幾年，公司會議室塊白板上全部係畫走嘅設計方案，好多員工睇到咁坎坷，陸續離開咗。轉折點出現喺2021年，有日深夜，團隊接到一個用戶電話，話試穿圓形機後，感覺行路輕鬆咗好多。呢通電話令大家似打咗氣咁，佢哋突然意識到唔可以照搬國外嗰套全身包裹嘅路數，要做輕做便宜。於是余雲波帶領團隊突破材料同算法瓶頸，狠下心推翻重嚟，用高強度碳纖維代替金屬，將設備拆成模塊化組件，就好似搭積木咁，邊度需要助力就裝邊度。呢個奇蹟出現啦！最新款外骨骼重量只有 1.8 公斤，似背個雙肩包差唔多，價格更係由天價跌到數千蚊，普通遊客租一日先幾十蚊。而且為咗令呢個嘢更識得人，團隊仲喺裏邊加咗 AI 算法。舉個例，你爬山時候想抬腿，外骨骼能通過你肌肉嘅細微動作提前感知，俾出助力，就好似有個隱形嘅幫手跟住你使力。如此人性化嘅產品一出現喺市場後，就即刻喺網絡上爆紅，隨之而嚟嘅就係大量嘅訂單。就攞肯慶科技呢款產品嚟講，自從同泰山景區合作後，簡直似生咗翼，訂單量係咁向上升，而家累計銷量已經破萬啦。五一假期前嗰排，工廠生產線24小時連續轉，工人加班加點鏈螺絲調程序，就係為咗快啲將貨交出去。庫房裏邊嘅貨堆到似座小山咁，轉眼就被拉空咗。泰山景區作為首發戰場，外骨骼嘅租賃數據更係誇張。五一嗰幾日，700台設備每日輪番上崗，單日最高租出500幾台次。好多遊客朝早7點就嚟排隊搶設備，夜晚根本租唔到。睇到泰山嘅戰績，其他景區都紛紛效仿。而家全國將近10個熱門景區，似黃山、峨眉山、武當山呢啲地方都擺咗肯慶嘅外骨骼，總數好幾百台。而家肯慶公司仲拓展出咗3款下肢助力機器人。呢3款外骨骼機器人其實就好似為唔同需求嘅人量身定製嘅腿部搭子，各有各嘅本事。先講第一款，佢適合運動愛好者，能根據地形變化自動調整助力強度，監測運動節奏，並實時匹配動力輸出，續航達 1.2 萬步，適合身體條件較好、行走冇困難嘅人群，推薦用於週末登山、日常慢跑、徒步旅行等場景。而第二種加強款則係專為高強度使用場景設計，適合身體機能減退但暫時仲唔需要使用拐杖、助行器等設備嘅老年人。佢採用碳纖維加鋁合金材質，堅固輕盈，而且佢嘅續航係第一款嘅2倍，連續工作6小時都毫無壓力。最後係 X1 款，呢個係行動不太方便人群嘅救命稻草。如果屋企有老人家，平時要靠拐杖行路或者處於康復期，揀 X1 最穩陣。佢嘅智能助力系統特別貼心，行路時能感知腳掌受力，適度托起腿，從而減輕膝頭哥壓力。而且佢嘅安全措施做得特別足，足足有6重防護。萬一突然冇電，設備都會慢慢鎖住，唔會令人跌親。
重量都係 1.8 公斤。儘管呢3款外骨骼定位唔同，但佢哋卻共享多項智能科技，比如智能感知系統，能實時檢測人體運動狀態，預判行走意圖。APP 智能控制，俾用戶通過手機應用就可以調節助力大細，甚至切換場景模式。多重安全保障、人體工學設計以及防塵防水等基本操作更係唔使多講。線上3款機器人均采輕便設計，通過綁帶固定喺腿部、腰部及背部。腰部主機卡扣式設計可快速穿脫，支持家庭多人使用，但要留意續航情況。肯興科技能行到今日，離唔開深圳嘅土壤。余雲波常話喺呢度2小時能夠揾齊所有供應商，佢哋嘅外骨骼細到一粒螺絲釘，大到碳纖維骨架，90%嘅零件都嚟自大灣區。有次齒輪打板出錯，廠家連夜揸車送嚟零件，就係為咗唔耽誤測試進度。政府嘅政策都實在冇事不打擾，有事隨時幫。前幾年團隊為咗申請專利跑斷腿，相關部門主動派人嚟指導，唔單止冇多花1分錢，仲少走咗好多彎路。而家肯興科技嘅外骨骼已經喺10幾個景區落地，仲搞起咗無人櫃租賃，遊客掃碼就可以攞設備，同借共享充電寶一樣方便。10年前佢帶住幾個人喺廠房裏啃腸粉。10年後，佢嘅產品令成千上萬嘅人重新征服咗大山。呢一件事聽起嚟好傳奇，但喺深圳，或許只係無數個肯興古仔裏邊嘅一個。呢班係一群務實嘅人，用10年時間將一個科幻概念變成觸手可及嘅現實。我哋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